現年30歲嘅性感女星郭奕森，近年可謂波折不斷，由買樓慘蝕百萬，同師傅反目，到感情狀況成謎，話題不斷。8月16日，佢更喺社交平台自爆身體響起警號，喺街頭突然暈倒兼失去意識，情況令人擔憂。郭奕森喺社交平台親述驚險經歷，表示尋晚經歷咗第一次暈倒，冇意識，全身冒冷汗，好驚，好在有朋友扶起我。郭奕森指當時完全冇力氣起身，但因為身處鬧市，擔心引人圍觀同被送院，所以硬撐站起身。雖然經歷恐怖，但佢依然諱疾忌醫，直言 body check 要抽血，我太怕抽血，諗到都驚。除咗健康問題，郭奕森近年亦面對財務打擊。佢喺2021年以約800萬購入西營盤新樓藝里坊2號一房單位，但上年放盤最終以668萬售出，慘蝕逾132萬。感情方面，郭奕森曾高調認戀富二代男友 Brian， 甚至被列為保險受益人，關係一度傳出將會結婚，但後來突然刪除所有合照，被指豪門夢碎。佢澄清當初曬愛子為公司宣傳，離開公司後轉為低調，至今兩人關係依然成謎。郭奕森13歲時因校花選舉而走紅，首套主演電影《同班同學》，以大膽演出入行。2018年拍攝英皇電影《非分淑女》，與吳慷仁合作，演技獲賞識後加入英皇娛樂，出演多套作品。上年更因身材爭議怒斥網民，作風一向直率，今次突發暈倒，令外界更關注佢健康狀況。